欢迎你能够在到对来分享合见的节目。这个礼拜我能够在到对来跟你讲几个故事。这个礼拜你我记得声在哪里去？唔对，哦，sorry，特別spring佢。這禮拜我兩個特別嘅邊是老家，藍漢嘅。Go 阿哈，Go 阿崩咁配。Go 好屌我嘅記者啦 ，The Office。大家好。Go 老家毛毛哥。大家好。毛毛哥 Go Skype 合併嘅波浪山。回來了，到你後輩。哥有聲免激阮真正驚誒。大了他。大家好。啊，就是安尼了啦。OK， 這禮拜咧，我好像想到啊，我到底嚟講幾個事，歡迎咋，歡迎。啊，讓現場嘅聽眾咧，都希望讓阿妹無鬼。毛毛菇個餅嘅又俾你看。然後我要問係咪就？我要問一個大粒頭。大粒頭你知道對去馬來西亞有係咪幾也是新那邊物件嘅故事來甲人講，咪講名啦，係物件特別講。冇咩有啦。冇咩有啊？即係屬於受 pollution 受濟啊，鬼走過嚟啊！冇咩有啊？冇咩有。師傅。OK， 來直接來開 open 啊！冇人殺。你講你明明叫咩梅啊？南西未必你使特正講嘅看伊講得咯。我當然我這年冇做 hotel， 當然我再讀對去做 hotel 當然啦喎。伊個 hotel 14個頭，第一個第二4個頭嘅啦。伊度 BJ 會使嘅。我聽我 security 甲我講。我來嘅時，伊甲我講袂使做工安尼暗暝喎。了我好甲 stay back 較濟，同時換對嘢啦。你做確實是做蝦米位？你做蝦米行是得位嘅嘅，到啲 hotel 嘅。蝦米部門？蝦米部門啦，到啲位。secretary。我說到啲 office 嘅啊。了一個 happen 是到我 account 嘅 section 甲我坐位，我 office 我 boss 是 COO 嚟嘛，所以我 boss 坐位，好平嘅位。有誒你就，因為我 security 有講袂使做工安尼暗了，我就問咯，我前對咯，我就問咯，蝦米事咧？了我幾若年 manager 有講無咩相信咯，特別我聽到聲你就。蝦米聲？伊 Photoshop machine 會彈了。哦，Photoshop machine 彈有佢是 warm up。我colleague 有講有一叫。大波番啦來 account 時，伊做只久咯就，了伊厝甲 stay back 咯就，逐擺做咧就是愛 stay back 嘅就，特別伊看會到嘅就，迄個囡仔會跪到你 account 嘅位啊，坐到伊個 lap 嘅位。呀，伊家己看到。伊家己看到。哦。伊是茫茫嘅。哦，伊又叫你講伊囡仔是大波還是查某？大波嚟。哦，後生囝。大波囡仔。哦。唔知啦，一個 building 古早是插巴嚟喎。就是我個梅花，南西看到這個。好勢，咩做好勢？這個好，就這冇人殺 sorry，
John nak u sauce lah malu kau gue tu naik sila saya ada battery. Yo. Dia lah gue saya kuah kui. Wah hose. 搞笑啊，搞笑咯，你。誒，然後人實，你去，你即講這是講是先嘅嘛？你去啊是你是 start 做工換咧，是 security 嘅，你講叫你忙做啦。啊，伊講啊，你袂使做工安尼暗嘅。了我冇聽到我 manager 講，我就無咪相信咯。了我拜六暗是落暗，暗是落暗。袂使過10點啦，第好是買啦。哦。了，伊甲我講有安尼款嘅物件啦，伊講啊，伊你聽過，你聽過故事是你囡仔借掉你學哪講等你卡位啦，แล้วก็把你借掉伊咧，你學個把你係咪物件樣把佢講過你頭嘅？แล้ว個一個是我一我 office 位，我 boss 位，一個 sofa 位，迄邊冇有就，因為我迄邊咧無蝦米會關嘅，你就，伊無咪關嘅咪陰安尼。你有有糖啊？啊，無糖啊！我係邊啊，迄個糖啊，就是我係邊啊，迄個毋是叫糖啊，伊是一個門開伊個 aircon 嘅。哦。對開 aircon 嘅，所以我講伊個開了，伊家 centralize aircon 開，但係你 department 個有 aircon 嘅。啊。有你嘅沙發邊嘅是蝦米物件？你聽到嘅是？沙發嘅是伊講有貴咯，我唔知啦，特別甲我講是查某來喎。你不要把它落音嘅時候，安尼點先係你起了？喲，唔係哦。你知乎自己我未記嘅，我厝嘅鎖匙 last week，啊無一個 week 拜五時，我未記嘅我嘅鎖匙，我去甲朋友去食物件啦，我對到厝了，死咯！無鎖匙？我每日鎖匙無佇喎，死了。了你就後尾要我嘅朋友。後尾找袂到，佢哋來袂對吼。你有影一撈三色找無會個考啊！你就講我不愛考你了，因為我厝嘅鎖匙夾袂到，因為我問我無鎖匙，我就袂知我鎖頭殼了，我無係 spare 嘅鎖匙嘛。你個倒轉去你就我倒轉去嘅時就是差不多係我12點了，我敢唔敢去啦？我就驚了嘛。你鎖匙放到 office 位下？放我係 drawer 位，哦，所以我就叫我係 security， 我講。你人嘅喙阮真正食甲萬樣啦，你來講嘛，我講了我就驚了，我唔敢去哦。我講來，你講嘅嘛，行坐去。你講我厝嘅鎖匙，我係 bag 倒喺邊內邊，我一個 box 是放我嘅機倒喺邊內邊，你都愛甲我白白去。了伊講好好，甲你白白入，甲你開會，甲你我人三人入去，甲你開會便便。了我甲入咧單條我講袂使走啊，我夾了鎖匙咯，我夾了我甲對面就我。會頭家迄邊嘅gas 嘅 sofa 嘅字迄邊，我咧切嘅，伊人甲我講嗰邊有咯，但是我嗰時愛問看，男仔講，看到哦，等或者等男仔佢之時，都係同人講下看一看睇。特別會聽到聲嘅喎，啊無就有人喺走來走，就講有聲，伊在咧 photoset 唔先，特別我係 account 嘅 girls 講啊，伊嘅物件擺水水了啊，嘛就使去迄個物件無佇嘅喎。哦，可能囡仔去佚佗呀。唔知啦，伊甲我講嘛，就使去嘅物件亂市場了喎。唔知18定到18位啊，不有啥囡仔走去咪佚佗。我聽你學到嘅名，你應該會知咯。伊啊，咪講，咪講。伊迄邊是有阿順哥啲樓開哦。係咪是個阿順哥？哎呀，當你講阿順哥不得有喎。哦。阿順哥食咩物件咧？一個 restaurant 嚟。哦，別怪啦，別怪。食豆腐誒。別怪。啊，是。別怪你講阿順哥就話不得有，原來我係頭腦 subconscious 我就講是關係個 food 嘅。因為伊即個啊，伊即個學校是我 Asia Jaya 嘅為當今伊路one way 嘅嘛，你頭行。哦，你知啊？啊，你頭行直直去，你就看到即個學校了。是，伊是愛彎去 Federal Highway 會搬落迄邊。差不多，上了你直直去就是大曼仔啊嘅 M 國摩了。啊，我知啦。羅利斯嘅頭就對啦。哈，知啦。超自閉啦，羅利斯頭。羅利斯學到超自閉。有誒，你就因為伊甲我講，因為我係用買一個 building 起來是18嚟，你就。
咪叫我梅南西個同你講，แล้ว白人有阿咩先嘅故事俾教人 share 啊？啊，hắn都冇聽過你 boyfriend 講啊，話菲律賓嘅鬼咪故事。我嘅 boyfriend 嚇是間啊，一個菲律賓嘅 banana 呢嚇，伊蝦米都唔知。我每伊 OK 不要緊，都悉尼有蝦米物件，我講我唔知。悉尼個冇鬼。你講悉尼冇鬼，你唔知。啊，即係嗱，咁配呢？咁配。最近冇啦，頂到你。唔是有咩？你都去沙巴嘅。啊丟！哎呦！丟！嚇，係咪沙巴講？你攞只慘嘅，只看咧，一特擺冇講冇嘅咋？特擺一隻字面叫冇講冇嘅。係咪？我估下你可能我係掉界咗咗，你成人啲天啊，等你本啦，我係厝嘅老好冇嘛強緊。咪講話名啦，白人唔是女嘅，即係白人嘅。啊，你唔是阿鳳啦嘛，同金？唔是，即唔是女嘅故事嚟，即唔是發生到你家己厝嘅人嘅，即是你聽你朋友講嘅。哎呀，咪記得講啦。頂住是去沙巴，然後就去迄個 Island Hopping 咯，就去迄個布勞哈？布勞曼丹啊，那樣啦。哈，對，去到咯哈，等下我想下哈，去右三里，一個是曼努干，一個是馬穆迪，แล้วก็一個是蝦米啊？荷蘭干。哎，是蝦米？我去過馬努干呀。布勞荷蘭干。嗰一個是蝦米啊？等下我打你啊！荷蘭干啊，布勞荷蘭干。就你馬努干就荷蘭干。走去大陸幾多隻咁配？一天每差倍。大 B。啊，大 B 咩是 S？ 大 B 啦。大 B 你講 S？S 係咩 S？大 B。你嚟。去第一類是去 S Island 城咯。你一去啊 S Island 河。第一去第二個 M Island 咯，你 on the way 去第二個 Island 嘅時啊，因為落嚟冷嘅咯啫，你伊個 speedboat 啦，就要分開坐啊，咱家會 balance 嘛，無你夾多坐嗰陣，等下伊個船啊掂啊，等下伊個船頭蹬啊，船要跳啊，尤其是咁配坐啊，一定啊，嚇掉啦，自敗啊，佬。你係時候就分開坐咯啫，你我就真驚，因為我唔捌去啊，可能我媽婆我去啊，可能有嘢咯啫。我後面布勞本未使去 ，except 布勞檳榔。幾大橋呢？幾大橋呢？啊，幾大橋呢 ？OK。你好，我哋去家邊啊？你布勞迪good都未使去啊，布勞迪good。會啦 ，as long as 你布勞檳榔就會使啦，對。嚇。蘭教會你冇買去過啊？哦，我每次到去蘭教會是教會。哦 ，OK， 然後咧就講。然後你去家邊吼，我哋想講，到底係咪甲厝內人講咧吼？你唔係講等下係咪事發生嘅事，是唔是真無好咧？哦，你講啊，講啊就冇人去啊喎，講啊就冇人去啊喎，然後。我在想，哎呀，別那衰小的啦，唔捌有人可能事發生就過，佢講你坐咗面成出海成咁啦拍水啊！你睇，咪第一擺坐 speedboat 咯嗬，4無啊解啊，speedboat 啊嘅，而家大海中啊，睇你哦！我哋緊張啊！我就死啊！我都紅陰天氣，若是講我大頂船啊，浪了我就死啊！我教佢講 OK， 買行路係咪要買上升？早起啦，然後就咧嚇？早起來啦！嚇，早起9點鐘落嚟字啊！可能，然後我就咧插半手就，我講死啦！我真驚啊！你講唔係驚啊？無事誒！你無報到聽咩？會幫曬咩？
冇，我想就他車刺激過頭了。或者他就他車時啲不到聽嘛，我驚佢準備驚時不到聽。就是冇咯，好彩嗰度，你係沙巴喊哦，伊就裏邊一start嘢冇到，係冇到咯就。嚇。咩嘢？死啦！我講緊病啲嘢呢，我哋想就好問題咩？你講係點我以為我問嚟叫啊，那我一直驚咯，哇！我試過領啊，OK 啦。南西啦，咁配伊準是上班入面無冚嘅啦，伊借掉你看開嚇。伊唔是上班，係是 speedboat 嚟。speedboat 安怎會有冚哦？無冚誒，就是講一件是衝真快喺度，衝啊就冇停伊，嚇，衝冇停伊。你再行到對岸咗啊？教我哋 island 嘅時候，我教你講嘢。island 叫咩學嘅話？刀，迄一粒刀，教個一粒刀啊！嗬，你知啦，山巴嗰度，因為唔捌去過，你可能刀嘛嗬，我響個人跌落海嘅。跌落海有個 tsunami 係點啊？因為嚇，伊個 speedboat 嗱，你要打起伊個係你 jetty 嘅時啊，你要起個盡頭嘅時，你要打伊個ขา嘛。嚇！冇 good 半嘅時候，我未曉白。你比較下去啊？嚇！我比較下去，我係唔搏死佢啫。我而家面頂一個卡奴又慢慢見，你看咯。然後我喺邊啊，我就坐了啊，讓佢 enjoy 嗬。愛去第二個 island 嘅時候咯，愛去第二 island 嘅時，不是上本來不是坐 speedboat， speedboat 個在停啊！上次頂哦，我真係衰咯就，上次頂啊，個在停嗰度，然後迄時分開一人坐一位啊嘛，我就坐第一個位，我就真驚，我無乜敢看，我手啊就撳了邊啊跳，因為真快嗰度，我驚我頭腦裡出現講啊準備啦 stop 啦，咪㗎啦，佢哋negative咪㗎啦出現㗎啦，條喺腦入邊嗰度，我紅險咪事啊！我目睭影了啊！我頭前有一個黑色嘅人坐了哦。呀，到底準了呀？啊，對，到底準了。迄個人吼，伊是啥？伊穿啊像係你 scuba diving 嘅，可能哈，穿嗰啲 wetsuit。那會規身軀，對，規身軀咯，甲了甲了，特別好彩伊個面無看了啊。哎呀，伊個面是看了頭前嘅 island 咯。你看到是。早起本啊？對啦，早起啦，差不多12點幾1點啊呢嗬。誒，抱歉，你看到是你是一看湯鬼啦，一像煙的嚇布布。冇真正 solid 哦。對，伊後尾個有 gas 湯咯。哦，呀，tapi gas 湯 cylinder。你 oxygen tank 啊 ，oxygen tank 是 gas 湯啦。哎呀 gas 湯我落豬腳啦，我想死！oxygen tank 啊，你是講情到 oxygen tank 啊？你嘅 tank 是 SO 啊，是 Shell ？Petronas S 嘅，我 Petronas 啊！等陣，我叫我頭家請你哋而家去拍要俾你嗰等陣。我笑死我啦！誒，特別我未攞當金 gas 一桶幾鐳啊？25塊，12 kilo 啊，13 kilo 嘅。哦，當金有係咪票 gas 桶？I mean gas。Petronas 車嘛，每架車呢嘛。哦，唔定得有 SO 唔是咩？男咩 ？Sorry 啊。啊，誒，I think 這是裝嚟，這是多少卡呀？是。哦，歡迎多少卡 ？Hello。歡迎。Hello，多少卡 ？Happy Winter。啊 ，Happy Winter，誒，多少卡是啊，就是講引導嚇。Libby 啊？我錯啲呢？停止講引導啊，是啊。Actually 有引導本引導都冇看過啊。
咁配你把佢嘅引導哦，多錯開。我唔知喎，唔知。我想冇掠去嘛，想保掠去，想保掠去，對。小引導想保掠啊？是啦，冇啦。OK， 來咁配你 Petronas 健康。แล้วว่า唔介講真喎。你是 OK，等我問你是頭前冇幫下，好像看起來是有是人治療病。嚇對。你使冇出咩？冇，我冇啊。你心有驚，你心有啥？哦，驚啊是煩惱啊，啥物有啊是？我有驚，因為我啲。你點寫都是12點1點下晡哈。我都個同見過冇聲啊！淡薄啊！大粒頭出名，大粒頭俾話名乜都冇聲。我見過啦，唔是哦。Hello，攞嚟 recording 啊咯。都是哦。OK， 來，就會講咁回來。12點都是陽嘅點聲嘛。It's very unlikely 有陰嘅。可能都是啊 ，Apple。我12點都是陽嘅點聲嚟。了。哦，應該是會看到鬼啊，所以不應該。啊，特別你講你，將你看到 scuba diver 請 Petronas 係頂啊。誒冇啊，好似只嗰時落河啦咁配。哦。淡薄學超淡薄。所以我唔敢講嗰個，我舊喺病嘅，我唔敢講，我點，我唔敢學插背仔，我點嘅。你人借轉嘅時，你有請來隻嘅了。有請嘅。你驚唔伊無叫我請啦，伊是無叫我請，那邊我驚死啊，我家己請。無，伊唔是驚點轉，伊是驚看到一個唔應該看到物件。我驚點準本，唔是我驚點準。咁會講，但係講驚準論，特別嗰時借準，嗰時你借咧 speedboat all these things，你請 life jacket you should be okay。我驚，我看，因為我影到伊啊吼，然後我一看嘅，知道是伊無去，所以我就 confirm 講我是看到垃圾物件了。迄時候我腦出現個較濟物件，伊是毋是愛來掠人嘅？伊是蝦米數嘅死，特別蝦米數嘅，我看到嘅咧。你看到個隻股，你看到就個隻股，幾秒啊？可能。特別你看到個病啦，你看到隻病啦。真正病。真正病，伊是上個迄種，伊個款啊是上個 get ready 要落海咧。哦，所以是 scuba diver 穿條 wetsuit，伊頭本穿條啦，伊頭本包起來，安尼，還是頭毛？哦，個包。哦個了啊！伊身材水哦。哈？打波。哦，打波誒，哦，較吹水哦，較吹。你看到伊個 gas 湯爾啦？哦，gas 湯係咪？gas 湯是咕咕椒呀？我看到頭前爾。哦，你看到頭前，伊是香爐嘅咩？唔是，按照講下，伊是超生節目。哦，伊是巴黎落嘅嘛？哦，I see。係對。哦，所以你是看到伊個 profile，看到伊邊呀？嚇對，然後你邊呢？你冇看到一邊，一邊冰罩冇，我冇看到一邊。哎呦，好彩我冇看到一邊咯，我死嘅看到一邊。哦，你現在水會擺哦？未歹，未歹啦 ，OK 了。就會講。未歹。嚇。然後我到第二艾倫嘅時，我都唔敢講過，我點哦。然後對了人行入去，行吼，想 start 垃圾冇咪爽啊咯。因為佢哋 island 吼，伊無第一個安尼貴，哦，較陰淡薄，伊較陰淡薄，然後實袂爽咯，淡薄鹹鹹，袂拗安尼可能。我無落水啊，人去佚佗啊，我坐呢邊甲我朋友講話哦，然後到尾時啊，我看到成。愈暗迄提示愛落大雨咯，我覺得頭是想要拗啊，巴肚起風啊面的可能，然後直直想啊要拍鵝安尼可能，然後我甲人講，
我無咩 OK 啊。我講啊無愛人就話你去第三個愛人，唔係人就是臭對啊。我朋友講，伊講你若是講落大雨咧，就莫去第三個愛人啦，因為落大雨人無互你對嘅。哦，特別 trap 到邊。驚講我係 trap 喺邊，所以愛呢就是話你一頭對啊咯。所以到喺邊是有啲啲拗咯。哦，如果拗嘢係拗啊？拗配嗰陣時。拗配出來哦，拗配嘅物件咧，可能有芡啊面咧，可能。你是唔是特擺？你特擺頂刀嘅時啦，你在頂刀時你梗係看到。你捌有成日看垃圾咩事影響你嘅時做亂咧，芡拗不做嘅咧？你捌經驗過？有。每件垃圾嘅物件影響你是有，你可能 reaction 咧啦，你再講差唔多時間，你可能 reaction。對，因為我mother 嘅店嘅時候，我mother 是賣迄個金紙啊，嗰啲物件嘛。我若是講清明啊，甲7月吼，我真正用頭眩嘅。哦。因為有陣時我會看到人佇外口看入來店內面。你唔捌甲我講過，你特擺講無物件吼，你講是個出來係啦，金紙。我捌講過咩？唔捌，來講。我會看到吼，人成日有陣時，咱細漢嘅時啊，咱行過迄個玻璃門嘅位啊，咱嘅手會摘了，咱嘅目睭看內面嘅物件嘅嘛。就係講食 QSB 啊，你看了內面外面物件嘅嘛。所以，若是講清明啊7月吼，我會看到人哋啊，可能。人到底每日看安尼，係手安尼啊，是看啊。對。你話早仔講唔是正人啊咧？唔是正人啦。咁你知咧，有可能是囡仔嚟咧，還是個別人？唔是，一年都冇去啊。真正怪嘅。真正怪嘅，幾難秒了，有無相嘅。你講是清明甲7月是較濟？對。就是人嘅過生嘅事啊。無相嘅有陣時會看到，有陣時會看到上較淡薄嘅。那有陣時看到較少人。你看到伊是一樣嘅，伊面嘅成個刺激，還是成個平常嘅人？無看到，未看到面嘅喎。我出頭，我唔捌看過面嘅。你較濟是看到影佢先，特別你無看到伊面。即係人唔是我捌聽過，阮樣面較坎坷出現。因為我網絡上對我佇Glen都看到嘅吼，不是影呢，特別是佢哋是國家solid嘅影，我唔捌看過面嘅。你早起看到到底 Glen 都看到影吼，隔邊個係 scuba diver 啦，搭隻看個明。Glen 都嚟。Glen 都係怎未記啊？我忘了伊。你冇講過咩？你冇聽過哦？無，我只估啊，講嚟。我知嘅，我來呢一年啦，我無聽過，所以真久啦，我聽過一擺。來講啊！真正久啊！迄時是弄了迄邊嘅垃圾物件誒，迄個是第一擺過迄條路是，我是看到有人佇邊仔行咯，特別我朋友無看到。我問哦，你看到？街路啥物？到底大街路呀？邊邊啊，迄個 road 級迄邊行咯。我講你看到人成日行撥落來咧，可能伊講無。我講 OK，咪講啊，然後隔幾那日嘅時候，我過迄邊時，我都無咪加過迄邊啊，咪安尼哇咧邊啊 road 級迄邊啊。按照你到嗰邊行咧，搭車啊，就講。我是花車。花車過後時我過迄邊啊，我頭時弄到物件，嘣啊！你可能係看到迄個影是鐵溜嘅車行迄邊，伊是穿紅色衫雜某嘅。哎呀，我未記喎。特別無看見啊，真係清楚是紅色衫哦。你哋到底行後尾看到係先怎？後前，準我係 driver。你無聲嘅死啊，浪到鬼啊，你無聲。哇！好嗰時啊，曬嘅你可能。你嘅車有臭味無？車有臭味？無臭味。無味着味。
無臭味，我臭味我更加驚，無臭味。無臭味我都好甲要死，因為你家己一人還是參你朋友？參我朋友。你朋友唔知偷唔知妹啦？想腳本。哦，特別你朋友冇看到啦，要聽到嘣哦。冇。因為我還沒數到 emergency brake。哦，嗰陣阿妹冇車嗬。嚇！因為我還沒數到 emergency brake，我講我弄到別講，伊講冇別驚，我講有我弄到，伊講冇驚，看走啦冇都冇弄到。你紅，或者青紅色嘅衫，查甫啦。對，我阿妹我唔敢驚朋友 ，no， 我唔敢驚。哦，當劍咩？當劍咩？估咧個講。我唔敢，我唔敢。哦，我阿妹把路邊花車咧，嗰個唔敢。哦，我未記啦，就估啊。當劍 Glenn 都你對過好平嘛，會對嘅事。但one way 是唔是？但one way 啊嚇。Glenn 都你會對，但係我啱是對過好平嘅。嚇，對，嗰邊嚇是。人去，嗰啲咯嚇。掉鬼啊，都掉鬼啊。佢哋是車最耐去嗰啲去八咯。別人別人咧，別人有物件講啊，豆嘅龜，嗰時講巴生嘅龜啊，巴生嘅龜。冇啊。巴生冇龜啊，巴生我感覺真係龜哦。有吧？我冇聽到。你不要去問你朋友啊。愛問看有無？啊，你快啲去問看啦，問一堆嚟講講啊，我俾聽巴生嘅龜。冇對。啊，แล้ว這裡咧，冇個。有一個是我2012年嘅時，我去日本嘛，然後我諗去 winter 嗰陣時是 winter，然後突然愛吹 snow 嘛，我是夾 snow 啊，吹，然後東京嘛，然後我第一次去 North Park 啦，然後去坐火車入去那邊，伊迄個較烏魯嘅 village 位咯，然後我人就到迄個 station 了，然後行出去是無熟啦，但係櫃頭卡是熟。無熟啦，熟唔是熟。熟啦，熟。然後冇行咧，行。我甲 Alex 行嘛，然後行真係遠啦，無車。然後伊 village 真好笑嘅就，咁咱人遠啊，無人行路，無車嘅喎。一下，捉一下，我愛出去一下。OK，個到底嚟？嚇 ，OK。我去十個，我去買Lego。開你打啦！忙嚟打了啦！已經爆炸了，咪博開！你已經 send message 來100% usage 了。OK， 看到對嚟。拜拜。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หมก行แล้ว suddenly ว่าเรา行一個 turning 咯 in village ก็แล้ว較遠啊，真好笑無人嘅咯。แล้ว行แล้ว登入去一個路廊啦，我是愛這裡去邊看雪，แล้ว喺邊個一個行แล้ว看到有一個 fruits farm 嗰隻哦，種迄個 apples 㗎了。แล้ว我哋หมก行咯，行咗 starting 就是斜嘅路咯，แล้ว真正 good 嘛，伊有迄個 black ice 喺頭殼啊。แล้วหมก行真正細字啊，旁邊行。搞一大堆來圍喎，下了我那就真正，行了但無滾長了，然後又見到我巴達巴咧行到對，然後個行到對迄個 village 位，迄條路廊本，看到有一個棒喎，伊棒吼，佇伊個厝邊仔爾喎，下了下個不要緊，有一間查某徛在迄邊，看下甲我講了。我人無幾個較長，我咧徛喺邊點真正久，看到伊阿妹爾啦，看到伊阿妹以前就一個白色嘅衫嚟，白色嘅衫 ，normal 嘅衫，白色嘅 T-shirt，然後黑色嘅褲咯，然後頭毛白一捆。你無穿領衫，無穿領衫。冇喎，無穿領衫，我一徛到迄邊位喎，伊個棒嘅迄個牌迄邊位喎，伊牌只翻呢只一個。我就是問每日看日本那棒是按照款的。我唔知，就是唔知每像日本老衣嘅棒是按照咧，
伊也無一個講一個 area 到底放嘅咩？無我迄邊敢若兩里三里，啲嘢厝嘅。哦，特別樣小所在，小所在有可能是到啲樣回邊啊放嘅，樣無去樣專門。哦，了，問題是啊，可能狗定係啲梅話人嗰隻咧，伊無邊過嚟看我人嘅喎，伊 face 掉，咧伊看掉迄個網安尼，我人冇驚了咯，無走，冇咩驚。無啦，唔敢走，black ice 嘛頭卡㗎了，你唔敢㗎了，唔敢走，搏死。格頓啊，對，見到佢 get 落勁處嗬，有一頂車嗬，伊放喺邊 engine start 掉嘅喎，咧無人嘅喎。未必是伊就冇車嚟。冇 get 落勁處，白人嘅厝了嘅。嚇，咧佢掉落，有呢是正無人啊，那個天暗安尼啊。我那個希望講，妹會落雪地好咧，無喎，那個一車 engine 個 start 掉，แล้ว我未好寫，我諗超驚，後尾你話唔係驚對了，我諗安尼喊結果，佢真係謝嘛，佢條街咯，我諗驚，我哋話每安尼講，後尾有人對啦，伊邊無啊，你我講無可能哦，卡波聲定嘛對掉，諗到真哦，做驚咩？別啊！等因一頭迄個 village， 本是無人哦，我 all the way 行到 station 哦，本是有卡部隊我啦。特別你邊個去無看到幫行嘅呀？無人嘅嚇，因為咱穿迄個 boots 嘛，咱穿迄個 boots 行嚇。Maybe 是啷個叫 echo 誒，啷個叫是？無，毋是，了無會聽到後尾有人行搭迄個雪嘅聲，嚇，安尼講，我人真正驚啦，看後尾，無啊，我人干係我人兩人嘅卡音呀嘛，無別人嘅卡音喎，你聽到有聽到安尼聲，我人 stop， 你伊個 shake， 了下甲到 stop， 安尼看到真哦。要你行一個行。無我人下了吼，伊啥行個一步，而且我人嚟個 stop， 嚇，了就是唔是我人嘅腳步聲啦嘛，我人 stop 就是 immediately stop 無聲啦，後邊後尾個 continue， 嚇，俾你邊個講？了我人行呢個無人，真係無人，真係義理嘅我規定嘛啲慘，穿條又舊嘅衫，內面我感覺真係冷甲佢影回去，了懷疑是。suspect 是附近徛條緊嘅查某啦，伊無管啊，伊假爾，你知哦，你一頭細細粒，伊身軀吼有較闊淡薄，安尼款。你奇怪，你講對咯，伊無穿領衫，伊無穿領衫嘅喎，安尼好咯，一就是我按照伊放佇伊厝邊啊，有嘢。到日本到底到呢位？多少位？Nagano。Oh, Nagano。more to northwest side。唔過我坐 train 入去那邊位嘛。嚇，แล้ว真係幾條路，真係啊！你自己穿開就是聽到自己嘅聲，嗰種。一個落雪是本就靜，落雪是嗰個靜，伊啲聲個咧 absorb by snow 啊。所以你聽到你窗開下面嘅聲，咁你聽到一成個到啲 studio 入面咧，sometimes。哦，了，我就是一個 footstep 嘅聲，唔是我人嘅嘛，無可能是怪嘛。了，伊搞會一站哦，伊搞有陣有啲bottles，你睇下就你出來嗬，迄個呢嗬，伊搞到無肥了嘅喎。哦。嚇！伊搞嘅咧是四隻愛嗬，五隻愛搞嘅咧嗬，伊了肥嗬。第 problem 是看無到狗嘅嚇。我諗冇聽，諗你冇看到狗，就聽到背嘅嚇。哦，Alex 講看無到狗嘅，看到就個物件衝來啦，我看就是無看到狗啦，我諗就是義理啦，安怎袂好勢？明明一行去即個 Apple Farm 無，你袂啦行到啲出來啦，看到即個房，一間查某，你行過啦，個看到迄個車 start 掉，無人喺那邊。你就行到迄個雪嘅頭殼，行尾 start 有聲來，一對調，結果，安尼聲。伊無滾場，有啲是，即係使啊，去到唔敢去迄個 village 啦。一道啊嚇，驚嚇。嚇，驚啦，唔敢啦，嚇。
阿涵，你马先你告訴我，你馬是要等先了對了。冇啊，我嘛當佢放假啊，都冇人啊。哦，佢個小兒嘛去看哈。誒，我問你啊，你 boyfriend 有相信鬼啊？伊無相信啊，但係伊唔知啊，伊是無相信。伊本來是 Catholic 嘅嘛，菲律賓人少。伊無相信 religion 啊，但係伊相信有神啊。所以我後尾甲伊講回鬼故事，老實講。我無你講回伊爾，有鬼故事我係講無。安尼款呀，我無甲伊講過。你話今日你姑姑講過就會啊，你見搞笑，你當咪是無相信鬼，咪是當只隻鬼故事講啊，係咪？伊暑假看迄個 horror 嘅 comic 啦。伊把伊人相信呢，我甲你講，伊人相信呢，伊有穿迄個袍藥，迄個伊身頂伊有穿迄個無伊敢若是一個紅毛 in the Asian skin 嘅，伊緊招來嘅伊。哦，唔，伊是 original Philippines 所甲是蝦米？無，伊是 Australia 嘅菲律賓人。哦 ，because Alex 這邊啊，阮伊嘅公司真係一菲律賓嘅人嘅，所以伊人甲了是相信嘅，知道？伊人嘅公司有60本嘅。啊。哈，伊公司有60物件本嘅，然後逐年嘅7月半，伊人有拜嘅嘛，伊人公司長人嘅 group 啦，伊人有做7月半，然後燒紙個了，然後迄個菲律賓啥，伊人個了唔敢食嘅啦，伊人唔敢食講迄個拜過嘅物件，然後有梅啦，什麼事唔愛食，然後伊人講when伊人做一個 prayer 嘅時間。伊個菲律賓為哪肯是看到迄個垃圾物件佇食，伊人個物件飯，伊人個炒飯，安尼款。伊人講看了真正刺激，毋敢食。哦。伊人做工個時吼，伊人個較好了，伊人直接是I pray 先個喎。主要是伊人做 overnight 啦，即是講做到早起去啊。伊人真驚，伊人逐擺一 group 都坐，伊人毋敢四散行。你人人有穿迄個羊皮，還是牛皮佇身頂嘅？哦，我無啊，伊蝦米我無捌解啦，伊敢若伊緊招來伊。緊招大條。This is what we concern, right? 無，真係應該冇有畫頭卡無，有畫頭卡。阿 John，just only your concern 啊。哈，對。Just only your concern 啊。導嘅你本 concern。我 concern 把我揾出邊啦，好似。但是我是有一路個梅嘛。我諗梅河路嘅，我諗是梅河路嘅。我問個 private jet with 阿涵啦。你是pisang raja sio， pisang gajah。等下我每阿龍啊。哈，我咪新的告訴。我咪新的發電啫。我咪新的物件未講，你會講嘅嘢。就是我會講個了嘢啦，一直幫佢乖啦，冇咪做亂啦。係加工啊，加工嚟啦。我今年年頭唔是有一個講鬼故事嘅一個表演都來記哦。係記。對，裏邊有幾人嘅故事，我感覺嘅你估嚟計係你人講出來啦。做會一年啊，差唔多。我都一年啊，個快哦。伊記得有幾人嘅故事真有意思嘅咯。伊有一個是特別驚嘅，伊是雲南嘅啦。即是特別驚嘅是吉隆坡嘅。吉隆坡嘅，咁是吉隆坡，但係我就當是別人嘅。係啦，伊啲故事，我感覺伊講得真正好，因為伊真夠講故事，講得真正也驚人啦。講迄日伊放工了，伊火車對厝咯，因為大 KL 真係 highway 嘛，然後就條道咯。係咯，伊過道特別伊
無累咯，所以伊未 top up 伊嘅 touch and go 會夾咯。伊咪去淡巴尼來咯。แล้วใช้กี่ตามมานี่ได้แล้วชุนชิวอยากกัดหอเลยบูธเลยเป็นเนี่ยจะเลย做工嘅人做工嘅 star boy 不是話那本啊แล้วอีดูอยากกัด佢啦ให้人見咗一กัดแล้ว看掉佢咗แล้วอีก個本緊張咗一本見咗你กัด啊อี唔知做數係打波哋看掉佢咗แล้ว打波都每一句話咗你講棒รู้ยำเก่งอ่ะบ่อะไร講ยำเนี่ยอะไร打波看啲講你說講呀係咪數咧OK รู้กัดจุยแบบอี冇攞俾嗰度我俾佢講我一人開車啫嘛อะไรอี講你 make sure 講你有念經啦，件事。OK， 做咩事咧？我看到車裏邊有死個人。my god！ 嗱，以前我一講笑，我就半暝三更12點幾咯，以前我一講笑嘅啫。你就講叫伊咪顧樓啦，你打波。冇超面咯，佢就做工啦，冇超面。你啲看就係講我，你較早段厝，較細一淡薄。就未做半行啊，伊個伊家己冇看到物件咯。伊講有死個人嘅話咧，意思是講唔止後尾有人啦，連伊坐邊仔都有人啦。你就直直換轉去咯。特別伊換轉去厝嘅路咧。大概有10幾公里條啊，10幾 kilometer， 無事發生咗。特別伊家己唔知是可以嚇到啊，還是有影正正物件做亂嘢啊。伊心直直跳，規身軀流汗咯。伊驚嘛，緊張啊嘛。伊直直話，哇！伊講係你12 km 啦，有影是真遠咯。當家佢哋嗰時無開到真遠咯。伊唔敢抬頭去看後尾咗，佢哋頭前嘅鏡咧 ，background mirror 伊唔敢去看咗。伊驚我係看到物件咯，直直看，看到真遠遠啊！伊看到愛入鋪咧，停車啲邊有人嘅就一個媽媽嚟打嘛，伊落車，然後死你未開過了咗。伊死你伊家己開門，伊家己開門，伊驚咗，伊個點昏咯。伊家己開門，可能有人看到伊咯，有人看到伊咯，看車者咯。伊個驚咗，伊唔知講係人看到佢啲車。看伊，還是看別你死你 passenger？ 伊看到死你 passenger，還是看到伊車死你咪開掉咗。伊個未做半行咯，你甲人講啦，人個驚講，你個驚講，人講你笑嘅嘛。你未做半行咯，伊這邊數分咯，數就估就係講數7正嘅啦。伊看伊未開掉，你估啦，伊直直咁講嘛，我未斷處嘅，都問。我做人話啦，好，我你別驚我當見我照本嚟鬧嗰度，我冇做半行嘛，係咯，咁兩經冇兩經嘅時我係數啦，都問人哋捆埋對唔對？啲暴露數有冇 ？OK 喂，對住我啦，冇名嘢咯，姐。伊講我真有意思啦！伊講我成個只正咯，伊講了幾後，佢諗我無講長咯，伊講我真咯。啊！你一直講了你啊，無超邊咧，伊就坐到對落來咯。聊啊，直頭聊去啊。聊咯，伊有影伊夾一段出去，伊換機數幾包去啊，一段出去，冇發生，冇半行啊，冇半行咯。所以我同意我話係會有半鏡咯。你是無人會教我講安尼款嘅物件。你冇 interact 㗎啦，別人啊？唔是，第一問題是，伊打波嘅每意是因為，嗱，如果真係有鬼話咧，打波每意是因為你看到物件，咧一般困難嘛，所以伊每講就神拜樣打，伊每嘛，無人會每人即係問題嘛。對，把神拜樣喎。但係我ada kawan banyak ah, kawan namanya. Di mana kawan abang ramai? Sudah.講啫，我覺得顧另外一個真有意思嘅。這是我朋友，伊是
槟榔人，特別伊到啲 KL 咧，我叫伊起來往節目講故事嘅，特別啲冇要就點聲咯。後來我就將啲故事講出去啦。伊講伊是古巴嗰隻小嚟點聲，伊隔壁厝啊，隔壁厝有一間口啊，迄個有一暝伊查某囝發燒了，查某囝發燒啦，伊翁個某就帶伊去看路館咯，後來伊過迄陣時伊住佇唔是太平，住佇我古倫應該是太平，有可能是太平，我未記得應該是太平。然後要去看路館啊，要去真會看嘅咯。後來伊邊個無好嘅路館住啊，所以後尾伊冇辦法啦，伊路館個老講伊燒未退嘛，幾廿日啊，伊梗冇辦法咧，伊帶伊走啊去邊間看路館咯。我去邊間看路館咧，多啦幾廿日啊，伊走啊說啊。冇 conscious 其實，冇 conscious 佢唔是死嘅咋，冇 conscious 其實，我老公唔知講發生蝦米事啦，係咯，伊唔知講發生咩事啦，係咯，伊直接袂朋友咯，冇法度啦嘛，老公你被叫到對因為查某囝咋，所以應該講嗬，你有可能要去梅陽講嘅咯，樣較 superstitious 啦，走去梅陽講，係咯，你有一條做人講嘅嚴敬嘅人咧，就講嗬，你查某囝啊。伊個魂啊無佇遐，我就看就是一個殼那種，一個小爾，伊魂無佇迄了誒，你就要去伊講你就要去緊去求翁公，帶伊個魂就轉來，係咯，帶伊魂就轉來咧，伊講當今啊嗬，你查某囝嘅身軀啊空起咧，伊只緣有雨，廿三年，行一日。伊查某囝就殺四所講話嘅咯，伊查某囝就四個人就殺四所講話，就即係聲無相款啊，講嘅話 pattern 佢無相啊 ，personality 佢無相啊，所以啲無相 character 啲 key 嘅成故咗，伊查某囝嘅靈魂無啲啊，我叫伊講要去找迄個八條路嘅，迄個叫咩啊？嗰個幾百嘢啫。伊講你就要去救幾百嘢，係咯，叫伊去買鴉片或幾百嘢啫。咁幫埋曬佢都做鴉片啊，特別有空頭啦，除咗啦，幾百嘢講學嘢就我對嚟咗，係咯，伊學幾百嘢啫，鴉片咧，伊就我嘅本事無對嚟咗，係咯，自己真係無相款奇奇怪怪嘅事，啲發生啲以前故意啲講話啦，無相聲啦，無講話叫人叫無相物件講啦，伊是講你看到啊，無相嘅鬼行過伊，無相嘅鬼啲皮啊，佢隨皮啊，佢隨皮喺度，然後只鬼出鬼噶啦。我講下，即係安尼隻鬼嘅物件哈，我第一件就是安尼看嘅。因為伊講，你成股已經冇一個 controller 就，佢個 controller 冇啲啊，所以變到是咁樣個有蛇啊，樣愛接就接，愛出就出，愛接就接，愛出就出啊。所以成個 hotel 嚟啦，成個 hotel，對，成個 hotel，對，成個 hotel 咯，咁冇嘢啊，是啊。而家喺你是3隻鬼後數嗰度，係咯，呢度冇愛幫助嚟做啦，所以嘛啲邊會直頭試到而家出山搞掂㗎啦，好事啊，夾到太平咗。我咧一直就試啊，一走啊，啲而家試到而家就，係咯，問得就係你對呢個太平啊，你對呢個太平啊，你幾比較重會去到都會咯，你依冇教後面人講，你冇教人講，因即係你咪極閃啊嘛，一個耶穌，你冇教人講。所以幾多厝邊講我讓到人走去到路位，隨又隨未條路啊！咁按照你幫你就冇驚住兩啲厝。幾多厝邊啲聽到就冇驚啲厝裏邊啲叫人。哦，my god， Gili，伊就我驚幾歲啊？伊就冇驚就40年，出8歲呢，8、9歲嘅。所以就好大名地聽到伊就我驚到第一厝嘅，係咪？嚇！對，因為過去3日啊，一直暗暝啲聽到伊就冇驚啲厝裏邊叫人咗。啲叫爸爸媽媽啲都落會咗，啲叫咗，啲隨人隨未條人啊。係咯，所以幾條厝佢冇收視啊，佢未做保行啊，靠唔到人嘛。咁幾條厝。佢點解佢無限分無幫行嘅？伊個可未條樣啦，唔知喺度類啊，3隻腳又對嚟，點解講？你就話佢哋厝啲吹浪吹冇啊，當走去個類。就是講伊靈魂已經對處咗，特別唔知。安怎啊？我一個來啊！無你你名咩起啊？點解未記啊？你借電，你害名哦？啊，即係你借電啊？你八你上班嘅時候借電？冇啦，我冇名數啦。哦，對，
这点边咧？伊无晓得名个应该是。哎呦，惨了！诶，这点，你我捌到底本来边梆会拄个，你捌起来边梆学见录音无哈？到。咁真係到咯，connection 無好嘛，你琴日。哦，OK，嚟這點嚟，你講你會叫我講嘛，鬼嘢。我但冇顧家教我講嘅。嚇，你顧家講。你厝哦，一直對厝，你咪治療咪放伊 CD 咯嗬，係在 play 嗰位，你冇冚起來。你講住你看戲咯，伊冇 play CD 個咯，你上啲 CD 家己 play。play 啊嗬，伊咪就成日了嗬，你對邊鬼邊啊少超治療。這個還沒來，還沒接掉。你講是哪度講嘅？我哥看到嘅。哇，那都講 play CD 哦。好了，因為伊就講在厝啲做鹽嘅點嘅拖卡啦，洗嘅不多啊，嚇咯。哦，伊會看到哦，伊會看到，伊影成就看到。伊頭晚是講伊看一條人嘅啦，我穿學衫嘅，好像是。哦，特別。那度講嘅，咁佢先個愛。哦。然後對阿妹講下嘛。你到底阿妹講下我處是阿妹。哦，那個即個咁多個獨立頭差唔多成一條冇人。然後你外處外傾嘛，唔是外處。你喂，我問你這點。但係真嘅全部是啱嚟。我呢這啱咩啊，啷？你這個就一萬叫名炒豆就是啱嚟咩？我就係佢段處嚟。哦，我知是我嘅你係骨灰喺邊嘅處。我係頭整嘅。對。แล้ว這點，你嘅處啱好，你嘅骨搞到咪上進處大漢嘅啊，啷個了？我企骨啊啦，我骨跳檔嘅。哦，不知毛小姐告訴講咯，跳檔。有掠鬼嘛有，看到鬼嘛有。你個記哦？我出鬼掠鬼啊！未，地好忙。地好忙。แล้ว特別別人你厝人只人會啊，想要是讓你關注呢？我冇想法厝，嗰隻我厝嘅人個咧有跳檔嘅。哦，你冇？唔係。你買啊？我買。你rasa你會，那是你愛嚟講，你會看到嘅。應該是有啦，我看到啦，應該是啊啦。你寫咩？一刀人再講下。我開車啊，你上次你喺講到 Off Road 嘅時候，我看一個查某褲喺邊行落去，白晒咯，你咪是停我車嚟看幾部嘛。你看到伊時候，伊成透明，你看過伊成股嘅咯。你啲隻咯，試過嘅時候。啊，你做乜老細哦？冇啦，我車走了。你看到一邊咯，看到也是。未，一頭我只燈冚咗一邊。特別你看湯櫃上煙，你可能看湯櫃先個啊。嚇，但望下你咯。哦，還是你幾歲？我車啦，個大漢啦。整嘅。哦，我3年整嘅。嚇，我冇當係我只少年啊。咪講啦玩。係冇乜你花車你都係啦。我跟住講就你個 cinema 下講下。呢個講下 cinema 下，特登你要看光明戲時候，但係中午會買一邊啊。哦。但係講邊啊，嗰邊啊有嘅。哦呀。係你忘緊唔夠看嘢咯，咪咯。你未使夾暗公虎啊？未去咩？啊？暗公虎嘅。咪是驚，看到咪是驚。冇可能伊看到暗公虎咧，冇來啊啦。你無來做，你特別好，你看到伊咪是驚。唔是咧，你看到伊你暗公虎綁掉，可能伊未出現啊。哇！你我唔知咯，應該是。我用做嘅名你賣叫啊！你故事阿幾歲？40幾歲咯。我差唔多我係歲聲啦。啊，應該是加六歲啦。加好，我們是12歲啊，差唔多。啊，依家老，你冇得少年。啊，แล้ว你細漢加大漢，你當今你處 still 是暗講經哦，啱冇？是啊，是。แล้ว你有成日，你就是看咗濟啦，有人啊嚟趕鬼啊，是人接身軀無好時拍病啊，是接鬼啊嚟吹浪嘅處。3、4年好咯。3、4年。兩個5點幾早起咯。哦，我做念經咧。
嚇，嚴正咯，醫療醫啊。怎麼啲每個question 住啊？我等陣間再講，拜拜。OK，咁拜拜。แล้วลู看到誒，你叫頂住咁配咪是拗呵？到底邊啲學嘅事？老細還是拗唔知是看到鬼。咁你叫啦，佢邊啲學嘅 show？ 我對你哦哈，我對你一樣的嘞。哦，好啦，係啦，電話俾機嘅啊，電話俾機嘅就是。無，伊無拄着，伊早是去食壽司，食到垃圾。哦，就是國旗，就是國旗，升國旗來升個那個那個升國旗，就來國旗。Hello，你是住國旗 ？Hello， 你聽到？聽到。你聽到我人哦？新椒啊！歡迎。你安怎來到？安怎會知到這裡邊咧福建？哦 ，actually 我聽食過咧。哦。特別頭一擺來參加。呀，阿個有6、7年了誒。哦，安尼幾年啊？6、7年。你安怎這禮拜風險上對要來參加？都有用。因為 actually 好像會 feel 到講真奇怪嘛，好像我知你人個了。真正食啊，看好特別好像都嚟結波ਹਨ，嚟流咗。你見邊啲學勁嘅咧，咪成日看隻攞誒物啊嘛，就食啊是。結波嘛，結波。誒，講你話咩是叫國旗哦？唔是啦，我係個 friend 嚟。哦，唔要見得掉啦，你食咩旗？花旗啊？你話名叫咩？嚇？你話名叫咩？你話名叫國旗，你名咩？青菜啊！插國旗。哎呀，國旗去啦個影。啊，青菜啦，國旗就國旗啦。因為名叫國旗，叫做國瓜。你瞧下先，能夠拉估。你咪真能夠拉估啦。patriotic。一個國旗來未咯？你頭一擺聽到邊啲學件事其實，你安怎吹到邊啲學件咧？哦，本是朋友介紹嘅。哦，咱這個啦 direct sale 就邊啲學件？嗰啦是 direct sale 嚟，嗰啦是 diamond level 㗎啦。嗰啦 diamond level。แล้ว你聽到邊啲學件？你當然 still 到邊啲個？冇。得咯。baru tua JB 是做好啊，做好啊。啊對。แล้ว你到底邊啲嘅事，定到是到一屆？tua Dato Kramat。哦 ，Dato Kramat，Dato Kramat，我把那個名啊，節目幾好食啊，不變啊。對。我有哦，當然講掉。頭食過嘛？薄餅幫煎白是唔是？啊，是。啲 Rex 呢啊，會唔是誒？mana si Rex，你是Dato Kramat。我會記是啲 Rex 呢啊，都有一間哦，真好料嘅喎。Rex 啊，你話冇阿玲哦？誒，阿玲冇對啊。阿玲你得ต่อ Rex 嘛？ต่อ Rex 咪咩？啊 ，OK，แล้ว我咪รู้รู้กุยก็สิ講哦。國旗。哦，我知兩啲講條鬼嘅故事。哈，你看到鬼啊？你未看到。你有希望看到鬼啊？唔係，我冇希望，我驚。你有聽鬼嘅故事？我講鬼嘅故事是特別。有啦。哈。然後特別好像I mean 丹巴啥咪嘅事啊，嗰時坐 train 嘅時候，小浪故事是真。真驚。熟嘅咯。我就刺激。我知道時我咪是想我是睇你鬼嘅故事冊到底 KL 嘅或者 KD， 領導到底 KDU 讀冊時或者 KDM 嘅會車對邊樣嘅嘛？兩禮拜對就到啊，我對去做 tricky 我白話 tricky 嘅事。然後我讀嘅咧冊啊，我譬如我睇咩鬼嘅冊啊，驚我有哪讀一下到底火車站吉隆坡嘅火車站真濟人嘛，แล้ว有哪對甲邊樣嘛，到嗰時有哪路啊嘛，แล้ว我係規個全部人去，我驚唔敢讀我係車笑起來，規個只驚你阿妹事啊，你講說阿妹事嗬，你坐火車伊玻璃是，你看到你自己嘅 reflection 咧，你後尾嘅個靠阿妹事啊，是啦，你我只驚啊，我當我啲係驚被噴到出來，有我驚，有笑到。
啊，还没切我上未见真係見，呢個唔是鬼嘅成個事，唔知上面未見。OK，你路係咪鬼告訴講個國旗？我是有聽過我古早嘅 housemate 講嘅啦。嚇。了，伊是講伊 sister 啲跟督做工嘅。嚇。then 伊做工嘛，所以伊特別大下邊嘅 hostel 咯，對。所以講伊就something 對伊啊啦。所以伊講伊頭伊無發現嘅，了伊可伊特擺對 hotel 嘅時候，對 hotel 啦，對伊樣嘅環境時，伊行下咧行路嗬，了伊就行咧，伊 feel 就講好像好像有人對伊啊可能特別。伊邊個去看是無嘅，了伊就行了，好像人行路嘛是有迄個三八湯嘅嘛，對。所以伊就行過迄個三八湯 ，after 伊過啊啦，了迄個三八湯就搖一下款。了伊就看到對，無嘅喎，I mean 空無半人嘅啦，所以就家己對家己嘅 hostel，了對要去。伊就去撞下面，撞伊就聽到好像伊個 room 下邊就有人好像講話，伊就想伊個 roommate 轉來，伊就問伊講，是唔是你somebody 啦，是唔是你轉來啊？然後伊就聽，特別係人講嘅話嗬，伊袂驚喺度，就是講無明白，伊聽無明白。對，伊唔知伊哋講啥物嘅，然後伊就問伊講。你講係咪？你講較大聲就無，那個，然後伊就講，伊嘅聲就更加大聲，特別少無明白，伊still無明白，然後伊就感覺講可能怪怪，然後所以伊就包大啦，伊就出來看，特別伊嘅房間是無人嘅咯，伊咪就出驚咯，伊咪衝去伊嘅 friend 嘅房間落樣門咯，然後了，伊就甲伊個 friend 講啊，了伊就去伊個 friend 嘅房間困，困了 on that day 伊本唔知講伊是發病，甲是講係咪，甲是伊假設是看到一個街，對了伊個面床邊啊，可能了伊就甲伊笑啊哈，倒冇，衰。你接落嚟我就再問下你咧，一酷咧當住托卡，冇發掉下你裝，到嘅，咁都冇嘢，冇發掉嚇。然後 after that 伊就講好像伊就買看伊啦，所以伊嘛變白的位啊嚇咯。然後 once 伊變嘅時，佢人嗬就坐啲嘢。面頭整很落，苦來啲伊面頭整很上，看着伊很嘛，伊就無貪心啊嘛，所以伊就硬咯，咧伊就叫伊個 friend 咯嚇，แล้ว伊個 friend 個白車嘛，แล้ว伊就，แล้ว伊就幫經本呀，呀是，แล้ว伊就看伊嚇 ，then after that 伊就走了，แล้ว伊就。甲伊個爸，了 after that 伊就 call 伊爸，了伊個爸就甲伊講，伊去help伊妹人講啦，了伊就講，迄個是講伊愛好像愛對 ，just 愛對愈對俗嘅啦，伊是無講做啥物嘅，哈，伊是 just 愛對啊咯，呀，了尾伊人就有甲伊拜啊，啥物，我是聽你講嚇。我第一件就是想講，你看到一邊嘅後，你就邊個其實都到啲你想，你看到邊個會講到一個後，你驚你邊走時就到你邊頭整，你想話就驚，我是我曬一照㗎啦，乜出嚟㗎啦？伊個較緊啊，係啦，個較緊去咯，成個頂到你叫雲漢頂到講嘅，我第一件我個當然會記，就是伊個鬼是講。伊你一個人啊，怎麼看到伊個你記哦？伊唔知借條到底伊朋友嘅身軀係什麼借條咧？是伊會看到嘛？到底另外一名稱嘅是，伊到底伊看到伊就想到伊鬼就講你茫來插亂我朋友，伊只笑呢呢，伊變咗到底伊面頭整直夾掉伊啊！喲，我驚死佢，我曬照嗰粒撞出來就放燈啊呢！
哎呦，加工来啊，加工对啊，加工。是走去啊，还是煮食还是红食？青子，我假是个听你的叮当告诉你啊，你知道上看过有别哩叮当你无甲我人讲过的几个告诉我要听。我有一条，哈来，攞支整嘅，好 fresh。安尼你無清嘅風了，安尼想 echo。有 echo 咩？啊，我係本，等陣我到。嚇 ，OK， 你去到。แล้ว即係我每當你啲到掉時，我每坐電邊啊名上到名未坐電嘅朋友。冇人正面嘅路，我就喺度咪講下超情。超情，即係是伊面啊，插到隻，可能冇面啊，本來是伊面啊，所以我叫超情咯。超情啊，坐電啊，好，超情我不都嘅咯，都頂條來哦。冇。哦，唔白，我不都嘅坐電。嚇，你呢度聽落幾個數嗬，到你都唔敢去哦。你都會叫你去啊？啊，都是哦。那個真出位哈，愛聽個愛驚哈。來，青子嚟講。即係唔是講，即是我家己拍成正家己嘅啦。哈哈哈，家己啊。但係吐啫，為愛青子嘅小英是第病嘅。青子 internet 就大條數。即係攞住整啊！我下晡我做工個閒了嘛，我做我 computer 做工個 computer 閒了我嘛。你到 office 還是到這邊？到處？我冇 office 啊，他當叫我 office 處嘅位啦。哦，你當冇去啊？所以我咪是下住了看電視機咯。都我看到這幾個故事就。F4 啊，特別F4一幾啊，真係驚呀！告訴我，確實驚過成個 exorcism 嘅就，安尼，แล้ว喺一暝我困我係做工了係工了我是下班了我唔是個對去做工了前晚再去樓頂去困了2點幾嘅啦，我要看開個了我看咗啊，成個我係外面啊，一開前一關咗，所以我嘛跳起來咯，開開窗啊看成個看無半人，特別成個有成個人就 torchlight 就去外處咗，所以我特別我係 motion alarm 我係 burglar alarm 下面無彈啦，我開我係CCTV 啊，開看啊，我係面前嘅位啊，我看起來窗啊看無半人，特別我係 CCTV 看，有成個一個白音安尼呀，徛起我係pintu pagar呀，我係pintu pagar呀，篱笆個嚇，我係 gate 啦，所以我嘛唔敢玩咯，我落嚟，我 disarm 我係。alarm 下面個了我開我門，而家隔壁啊，佢 torchlight 出去佢我係徛去我係家嘅邊啊，照看，冇半人我係入來咯，แล้ว我個啱我係 alarm 下面個了我去樓頂，都望將我 alarm 彈啊，我個看我係 CCTV 個看上有白音。人會啊！哎呦，我想了，我想是我係隔壁厝啦，你知我係隔壁厝唔驚嘛？我想我係隔壁厝，我卡手拎件啫，我講那是人啊，我冇驚，即係物件，我就慘咯。我甲你講啊！我咕嚕好啊！你手嚟睇邊個咧嘛？我大情啊！青子意思徛 outside the gate， 還是 inside the gate？
outside the gate。哦，啊，唔是路嘅厝嘅啦。outside the gate。喂。我唔知幾邊出來又冇出來，特別啊，後扎機我佢名未困啊，困字名咧面咧，名就扎機我困去扎我去，我看我嘅幾邊嘅啊，伊特擺要係白落嘅，伊白落冇去啊。哦，我唔知是別人偷入去，你偷入你幾邊人嘅厝。看上個厝冇人入嘅呢。特別安尼去隔壁厝，咁是伊愛照我厝。你是看到成個會 flash torchlight 呢，關照下。哈，照去我誒面前嘅位啊。特別我看去我窗仔看無半項。特別我看我 CCTV 有一個成個，一隻人形哦。哈，上個就係 grey shape， 安尼看一個人，你看到面嘅，嚇，清子，若是講是喺你物件唔使驚，特別若是人，你覺得會驚啦 ，because 當今人無幫人帥。人比鬼較響。啊，人響鬼鬼當今。你若是講有看到你咪家己出去，我說你出去跳入來邊就做你一人嚟做。我冇，我開我誒嘅下面，我也接慣嘅 shell box。佢呀，你那是接來我似嘛？你我接來我成我唔知。澳洲錄得好，錄到你幫你厝，你叫媽打，你大啲啊，叫媽打。你咪出去，你聲。我有想要叫媽打，特別我想我若是叫媽打馬三妹，我按照解講，看到無半人嘛。你講我看到白樣嗎？我 CCTV 看到白樣嗎？我冇看未叫嗎？你 CCTV，冇聽知你 CCTV 有 record 起來嘅哦。有。有 replay 哦。我冇行啊，嗰啲時間咧我冇查啊嘛。我愛看喎。係啦，你去 replay 看啦，但 next time 掹出去啦。係啦，掹自己出去，誒小 dogs 冇夠啦，小 dogs。你開了你博車係你開就會使了。真正即個你會叫我甲你講我後尾嘅位。頂擺我看去 CCTV 後尾迄個兩板單嘅位嘛是有一個愛，迄個台灣啊2-3日有啊。然後我翕 Holy Water 咧，睇下無半行啦。驚 Holy Water 係入嚟邊超情人驚嚟抓。Holy Water 係嚟抓。我先嚟想。我若是甲英國講，伊食了伊笑我，伊講是 auto suggestion， 我家己拍青鏡啦。我點解我袂使看？我愛看幾個故事去電視機，我看了家己拍青鏡。我家己要，安尼個故事本來學見故事講啊，你是為咗本來學見嘅 reporter 嚟咯，幾個故事 reporter。我講聽 Apple，但係人講 Apple 幾，係人講 Apple 幾，係嘛？Apple 超下面是得咯，我知啊。超下面是嚇，即係我切 computer 嘅播，切我 computer screen 嘅播。我走路要上一攞字內阿 John 嚟，直接叫啊，到嘅啊。哇！啊 ，John， 快走了。OK， 你發燒個題哦。保到最就是冇去take a rest 咯，保到。OK， 去下船。OK 啦，拜拜。一個 WhatsApp 個我講啊。拜。OK，拜拜。OK，拜拜。แล้ว冇講 Apple 嘅龜係咪是特麼大入頭講 Apple 是養嘅帶嘛，是較少有龜，特別但是你看到嘅時，係個龜是真正散嘅。伊那是係你點先會出啊？伊派空頭啊，派空頭啊，伊隻散嘅啊，你 Apple 龜。แล้ว等陣我妹妹看啊，哎呦，人家中來啊，人家中來了。人家中啊，我問你第幾年呢？第幾年話第呢？幾點個？哦，我知，我聽叫豆嘅馬路走啊。嚇，少。
แล้ว我要講到講啊，不是啊，要問這個大數卡路，上地啊，第一幾個數啊，你個無路去問你寶定到，我叫你。John 我未去問我嘅 father-in-law。father in-law 對。sorry。你把這條路 homework 啊，下個節，特別下個節上個時，個先正時唔知有落幾個數。唔係我 send link 到嘢 Google Plus 嚟。哎呦 ，Don 先正時咪講幾個數啦。先正時我特別 skip 一個節咯。唔是等人嘅先正時嘛？冇冇先正咪見等人先正未使。幾個嘛？等人先正唔是啊？幾個幾號啊？8號啊？8號。幾個8號初一。8號。係你差唔多就add 到落音啊，就是先正告訴我咋。我 already set 咗嚟啲，咱講幾號啊？我講下，我寫起來我未 post 出去個，特別我 already 寫起來我就直頭啊。咱落音是季節。唔是30號啊？咩30號 ？January 30號。冇，我特別巧者呢，我冇知。你冇知啊 ？January 落音是no what is it now 當年是幾號 on December 當 December 啊9號1月9號落音一個講 January 30號是快樂1月9號落音咩？แล้วก็2月6號先個大落。So look next recording 是30號啫。不，你忘聽，再講 next recording 是9號，1月9號。有啦 second Saturday 嘛。我瞧我咪帶我咪瞧到對後情節會來，點先？你記定當時較月中啊月尾未來，所以我瞧到對佢第一禮拜呢，第一禮拜。哎呦，咁謝你，我拍攝我若是無來就拍攝咯。別你做咩事？情節我即6號我要落嘅時，要講娘娘咯咋？你就真正正面嘅講娘娘。6號1月6號。1月6號是拜三嘛？嚇是咩？笑咯。1月9號 sorry， 9號 sorry， 1月9號，我講。แล้วโอเค係咪有？就是有。我成日是未我無攤載。哦，你來 KL 時候，我來 KL 時候。冇，我到 flight 那邊嗰陣時，我 on the way 去日本。哦 ，OK。你到底搭班西定係班照？我知你到底揸班定班嘅先。冇啦。冇啦。冇。Oh my god！我不到腰，你食咩？人個中show啊，你食咩？testing 都會聽到我未？真正明你食咩？我看你食咩？我食 meatloaf sandwich。我看 camera，喲，好食。meatloaf sandwich。你自己做呀？自己做嘅 meatloaf。哦。我有啊，可能係你 after 幾個，哎呦，是1點鐘23分咧，我未注意看。咱幾個數不了，特別我俾個學到這裡個講一個節點。節點啊，你按照平時冇來啊，唔到佢上來啊。冇影啊！你做咩成績做大？冇啦，出去啦！冇影啊！一個月1擺呀嘛，一個月1擺咪出去，阿咪教我做隻小咪變嚟學嘅。OK，來，學你講一個，後尾一個，幾個？一個啊？OK 咯，講我係啱嘅咯。OK，來。start 就是family 嚟問伊查某囝。如果查某囝無事，就是咪甲人講咪尋人係咪啊？咪嚟問咯。你硬講就甲伊 parents 講，坐你查某囝嚟咪講半行咯，咪講你坐嘢啱。
the next day 坐嚟咯，一嚟啊，佢唔介接啱咗就，你話個就係講係咪數啊嘛？一實拖接嚟咯，硬拖接嚟咯。你唔借別點咯？地漿啊，就拖下數啊，就抓下啲數啊。哦。兩個人嚟咯，因為阿咪人就借你嘛，接你咯。哦，你成兩嘅。temple member 係啊，嗰日廿幾啊嘛。係啲咯。一日 on call 嘅，一 on call 嘅咯。有來是有 DIO 咧，就我哋講伊是觀念媽啦，嘛佢變觀眾啦，佢唔知變係咩線啊，特別個仔個嘅啊。哦。係做咩啦？邊隻先是？你有看到就你個叫先看到？我有看到，你下個面青青。幾歲？你講阿家伊就冇驚幾歲？伊入幾歲啊？哦，入個多塊多下面咧啦，唔是成個講可能做點講？哦，叫可能錄光頭什麼呀？something like that 咯。哦。then 做講，直講，then 我 table member rules 嘛是講查某別使，查某使當伊了，查甫個在徛邊咯。哦。別當你嘛查甫嘛。直接。黃哥。直接攬蛋啊。歪啦。毛毛菇啊，真係聲啦！毛毛菇啊，一招個這個人，使個這個人，聲個這個人。OK， 來，這點了。毛毛菇就是你幫晒我那嗶嗶的聲。哇，靠車啦！伊會使搏一個大粒出來，伊配蛋一聲咧，大聲轉掉一邊去車，伊講誒，我哋食物件問你啊！這點哦，這點啊，你還是你阿家幾歲嘅？你看到嗰啲是，你揾啲是14歲。15歲啊呢？哦，所以你家己本自己啦，你看，因為你做是啱。我當時唔是樣坐住搭波嚟冇咯，特別就一搭波就係外口去舊醫院嘛，一到我行過，然後咪看伊隻咯，normal 你咪看啦，一看伊隻後，一邊嘅看路時候，伊把就啥。下邊做路係種，咩實施路係種嘅，真正殺氣把就，好殺氣係種嘅。哦，但我看安尼有，殺氣咯，即刻好笑。等陣我做佢。冇，這叫虎妹，仲這個叫虎妹。呢個老狗，呀，上老狗嗰邊。你個仔，佢哋係雜寶嘅學，於是學。伊個可能做一個叫查某嘅嗬，伊是佢哋 Greenland 嗰邊有叫搭波跳樓死去，有接現成故上隨下你叫咩啊？提線嚇提線咯，然後接起成故，然後咁樣可以查某死。哦，100嚟哦，即係查某唔係喎，都可以用幾條嘅。哦，所以你是伊來嘅是啷個發覺到，啷梅伊是掠掉伊是伊家甲你講這是。嚇，伊就講咯。哦。伊就講咧，話嗰個講。佢咯咧又行可以看嗰邊，嗰啲唔敢看嗰邊搖去咧，唔敢可以看嗰邊。哦。我5點幾，Apple 啲5點幾早起咯。你有做下咩物件啊？你有成啊鬥腳手啊未有？我無跳檔，所以我袂使挖去。哦。伊講讓伊走出來走住個成個something嚇，所以我喺企喺厝內邊咯。啊！不如偷看，aim 者，幾波啊！你有兄弟啊？有偷看，還是家己一人嚟咯？只我爸都冇想玩呢幾波。你冇插啦，特別你會幾波去看啊？人講再講下，乜學過嘛？喺物件啊？了。你不當你想看過啊？阿咪掠鬼啊，落檔阿咪故事啊，因為唔是講鬼嘅啦，成講你到底啱啦面嘅，有較特別嘅故事，咩使不當都嚟甲我講啦。會使。然後你姑姑一擺是你到底嚟甲我講講嚟參加我錄音咯，一個月一檔啦，個月啊1個月6號時到底嚟錄音，我家到底姑姑9號嘛應該9號唔是6號 ，OK， 所以這個禮拜啊，就講個正性啦，我特別嘅邊乜咩報告你就一人算啊，但係可能老個講走起嘅時陣啊，老椒啊毛毛菇。青子，拜拜，加工英國調馬來加來，哎呀，馬來加來我冇講白行 ，sorry。這定嘅超情國技，
國旗一個阿龍後頂阿龍，個阿涵，個上地大沙卡，個大粒頭，個無人殺到啲 Skype 入邊嘅。誒啲無人殺無人殺嗰啲個嚇，個大粒頭。OK，你個點樣住走嘅哦？嚇？喂。後兜嘅是講幾個數我路上去一個我朋友嘅。哎呦 ，OK。你買，喂老屌，後兜點冇啫啊？特別係你俾教我講，按照 remind 你，按照 trigger 你朋友嘅你就知啊。你話我淡薄。something 我嘅 remind 嘛。講何線啊 ，OK，攞嚟記啊，何線啊，叫青子講啊，係佢件事。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你把佢再都嚟收聽，變咗見你個講個潮流幫助告訴，拜拜。拜拜。